在这新闻来关心天气问题，受到美好方面甲西南气流影响，高雄市今日有袂少所在拢淹水，像讲树德科大公园路永安工业区水差不多淹半个体啊悬，啊，伫台南同款落大雨，如意路、永大路嘛是淹大水，这场雨嘛好成功大学校园内面路桥啊倒去了地上学生，进前的画面，进前的情形，连线记者玉富甲咱讲现场情形。 是的，主播，今天上午大雨轰炸南台湾，雨势来得又猛又急，高雄、台南不少地方都出现淹水的情形。画面看到的是位于高雄的树德科技大学校门口前，整条马路像是一条河流，汽车经过不断溅起大量水花，淹水高度让机车骑士只能下车用牵的，就怕强行通过会让车子抛锚。而高雄目前降雨量最多的地方在冈山，24小时累积雨量已经超过155毫米，冈山市区道路出现不少淹水情形。隔壁的台南市 一样被豪雨袭击，仁德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积水，警方立即封闭。每次都下雨都很大，超高，你看，我们是害怕要进去里面呢。小东地下道路也是积水超过1个轮胎高，马上进行交通管制。另外，这场豪大雨让路树土壤松软，上午11点多就有一名成大学生被校园里的路树砸中，幸好只有轻微擦伤，没有生命危险。以上就是记者黄玉富掌握的最新情况，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